一直都想拍翻一段片呢，去記錄翻自己喺2023年至到2026年呢3年嘅跑步嘅表現啦。咁我都會之後 keep 住呢個習慣嘅。咁其實呢個習慣係可以幫我哋去了解到自己有啲咩做得唔係咁足啦，同埋有啲咩係可以提升啦。記得第一次同屋企人講，其實去跑半馬同全馬。チラシチラシチラシハゲて講俺講嘅チラシお前何言ってんの。原來不知不覺之間呢已經跑咗3年，咁就想整一條片去回顧翻呢3年嘅表現。咁中學嗰陣時就成日會有嗰啲陸運會啦，咁一開始呢，我都唔係跑長距離嘅，我都係揀100米嚟跑啦，因為個距離夠短啦，咁大部分人都會選擇短距離多過長距離嘅。但我慢慢發現呢，原來100米係好需要爆發力同埋個速度要夠快啦，咁即係指話其實平時都要有好集中嘅訓練呢，先可以喺比賽嗰一日呢可以發揮到出嚟。中學畢業之後都有參加一啲5K 或者7K 嘅賽事嘅。咁2023年21歲嗰陣時就想試下半馬，就擺咗個小烏龍。咁我嗰陣時諗報名費都俾晒啦，咁都要去練。咁跑完半馬之後，我覺得嗰個比賽係好值得去體驗啦。咁所以2023年跑完半馬之後，我就2024年我就即刻想去試下全馬啦。咁其實我都唔係抱太大嘅期望啦，因為嗰個距離係再 double 啦。最後個成績係4個鐘頭11分鐘59秒，咁個配速係5分58秒km/h， 咁都 OK 嘅。咁2024年參加完香港嘅馬拉松，就諗住過去澳洲嗰邊留學，所以就報咗嗰邊嘅馬拉松。咁嗰邊嘅天氣其實係比較熱啲嘅，同埋佢嗰個爬升嗰個高度呢都會相對香港嗰個高啲嘅。咁最終就以4個鐘11分鐘54秒完成。跑完悉尼嘅馬拉松之後，都有 keep 住練翻半馬嘅。咁2025年嘅悉尼馬拉松就個成績就慢咗好多，就係4個鐘頭21分鐘15秒完成，即係個配速係6分12秒 km/h。咁點解會慢咗10分鐘咁多呢？就係因為揀咗一啲好滯嘅 protein bar。咁我自從嗰一次咧，我就發現原來連 protein bar 都要係即係要揀一啲冇咁滯啦，冇咁黏性強度冇咁黏嘅 energy bar 拎去比賽啦。咁我就發現呢個魔鬼藏於細節中啦。咁就揾咗好耐，就發現呢個 Martin 嘅 gel 咧係比較好嘅，因為佢個黏性強度唔算好強啦，同埋佢有啲咖啡因喺嗰度可以幫助提神。連 Ironman 佢都話係佢哋嘅 official sport performance bar partner 啦。佢話呢隻嘅牌子嘅 energy gel 咧係少啲機會係會令到個腸胃不適嘅。咁喺2025年呢，咁就參加完雪梨嘅馬拉松之後，就諗住翻嚟香港跑翻香港嘅馬拉松啦。咁係都好似前面講過啦，每一次跑全馬之前，我都會 set 定自己一定要跑一次半馬嘅。咁就報咗呢個 ASICS 香港半馬拉松錦標賽2025年。ASICS 嗰一次嘅半馬拉松都係好深刻嘅嗰個體驗，係因為佢個賽道設計呢係非常之有難度嘅。咁原先我就係睇咗佢係半馬啦，但係我冇考慮咁多啦。咁因為係咪都要練㗎啦，咁我冇考慮咁多，亦都冇乜睇佢嗰個賽道嘅設計啦。跟住去到發現原來係好多上落斜嘅喎，係山路嚟嘅喎，上多過落嘅喎。咁其實跑得係有啲辛苦嘅，
因為佢呢個賽道嘅設計，上一條片都講過啦，佢係都起碼個爬升係有330m嘅，咁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跑嗰個時間呢會慢咗啦，個配速都會慢咗啦。重點係即係可能自己會有機會好攰啦，有機會唔夠力啦，帶唔齊啲補給啦，呢啲都要比賽之前準備嘅。咁所以下一次如果發現自己個賽道要跑馬拉松呢，你要首先要了解嗰個賽道係點。咁跑完 ASUS 嗰個半馬拉松，咁就諗住參加上個禮拜嘅2026年1月18號嘅馬拉松。咁今次嘅成績呢，就原先目標就係3個鐘內完成啦，咁就爭個少少啦，就4個鐘頭08分50秒返到啦。咁比起上次嗰個成績呢，係快咗3分鐘度嘅。希望之後有更加多嘅 training 啦，可以3個鐘內完成啦。咁一個比賽可以因為好多因素而影響咗成個嘅整體表現啦，譬如話係天氣啦，咁比賽之前要睇清楚究竟有冇落雨啦，風向啦，咁風向要睇下食咩風啦，係咪食西北風啦，個賽道設計嘅難度啦，有冇上落斜或者係有啲地會比較路面不平咁樣啦。咁同時其實 energy bar 都係一個好會影響到比賽嘅，要準備充足啦，如果唔係就會好似我咁樣負住2個菠蘿蓋。咁一般運動員會設計3至6個月嘅 training plan，佢哋都會設計一啲嘅配速手帶。咁最近都整咗一個新 apps 叫做 Formula， 去幫啲運動員去更好咁樣記錄同埋調整佢哋嘅運動嘅訓練計劃啦。咁 dashboard 入邊有一個位叫做 Race Week Preparation， 其實可以幫個用家去 mark 低佢哋之後嘅比賽，亦都會 track 住佢哋嘅營養啦，或者佢哋睡眠足唔足夠，亦都會提點個用家係咪需要做個 recovery 咧。入邊呢就有分咗2個 session， 一個就係 race week preparation 同埋 daily set。咁我喺呢度都可以講下幾個比較特別啲嘅 function 啦。咁喺 race week preparation 嘅 essential chart 入邊呢，我哋就整咗一個可以俾你自己設計嘅 pace band 嘅 corner 啦。咁你可以寫低自己平日嘅跑步嘅配速啦，跟住再寫一個自己目標上面想達成嘅 pace 啦。咁你撳 generate 咧，佢就可以幫你去列出你嘅 pace band 嘅時間係需要幾多啦。咁會根據你呢個時間呢，去話俾你聽，其實你要帶幾多 energy gel， 或者係講一啲建議話俾你聽，點樣可以提升你嘅配速呢？除咗跑手嘅 pace band 呢，咁我都整多咗游水同埋單車嘅。咁我哋而家可以睇一睇 Race Week Preparation 入邊嘅 Environmental Cost Index 啦。咁呢個 page 係可以俾個用家去填翻比賽嗰一日嘅溫度啦、濕度啦，從而去幫個跑手去分析翻究竟需唔需要因應個天氣去調整自己嘅嗰一日嘅比賽策略咧，使唔使帶多啲能量嘅補給咧？咁啱啱喺條片度都有提過爬升數據呢個字啦。咁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使唔使上落斜。咁我哋啱啱睇完 Race Week Preparation 嘅 feature 之後，我哋可以睇一睇 Daily Setting。咁喺 Daily Setting 下面嘅 Nutrients 呢個 section 就可以俾跑手去影低自己每一日食嘅嘢啦，就 send 張相上去個 Apps 上面，咁佢就會幫你分析午餐呢，佢大概有幾多卡路里啦，有幾多個碳水化合物或者蛋白質啦。咁如果特別係有時候有啲運動員太攰啦，唔想去自己去諗要整啲咩，咁我哋呢個 Apps 都可以幫你去將一啲嘅餐單都會教你點整，同埋會講翻俾你聽大概每一餐攝取咗幾多嘅卡路里。
咁喺 daily setting 入邊咧，下面有一個 analyze 嘅 section 嘅，咁你 click 入去咧，你就可以睇到個 overview 關於你今日嘅運動量，可以有一個少少嘅總結啦，話俾你聽啊，究竟自己做得足唔足咧？Pod 嘅 section 就寫咗我哋嘅 email，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啦，透過呢個 email 去聯絡我哋，咁我哋睇下可以點樣去改善。咁而家就嚟到尾聲，希望大家可以幫手 like、subscribe 同埋撳個小鈴鐺，咁之後都會整更加多嘅片去分享自己嘅心得，咁希望大家可以避過一啲不必要嘅嘢啦，咁可以提升返自己個整體嘅表現啦。